此必同受宠。哎呀，夫人啊，你就太发慈悲，救救俺的八香老英女吧！哎呀，救吧！哎呦，俺你拜托啊，救俺你付出嘅百姓啊，亲姑啊，俺你全系为人家中嘅人，俺妹弟素心受拜全系牛，俺弟你有啥善良嘅心肝，就请你太发慈悲救俺你啦！八香素色用，不由筋骨痛心痛。留给可言，当发光，梦起后嘛来思量，家中还有老爷娘。娘子啊，哪个好娘子？你有三思啊，免爱无心肠。本人救了富足的百姓以百命的银义，只不过夫人啊，你以下身上已经坏了，还留家的君用，乃食材。乃是才不愿意去冒此险，作为百姓啊，你得要好好心地为体谅人的苦衷，我不爱嫌弃去冒险嘛。有言我呀，我一定要求自己心情啊。不过用杂油拖公拖，那唔显出绑命的意义啊，这现在就喊开严重了。到时啊，
你佛祖百姓啊，世上就有多不少了啊！是啊，佢哋就要怪哦，按哭哦，心肝按恨，才怪你我做嘅百姓啊！夫君呐，爱为黑为妻，爱是祖宗。爱尊上夫君就疼爱公，结发恩情爱永难忘，母子连心来天都从。金富贵喜来拜新宠，娘可无情来把难当，心头一转来天主宗，燕归从前来国台上。娘子，你讲的无错，佛祖的百姓，伊百名的言语，虽然爱叫来讲，但是娘子啊，伊有人前去，人的性命有危险，乃实在不愿信，不愿前去啊！相公，我给你该鼓励，不过佛祖的百姓，老百姓嘅生意呢，系数千条嘅人命，你实在无法度做事不干再讲啊！对世间无常来尘苦海，眼前机面来慢解开，无救情义来自救苦。我不愿来疼问有咩比生爱呀？娘子，你有爱用人更心肠，乃十分的接受，乃的，乃众生，乃阻碍动人，人的心意还唔会改变，莫改莫求，只求你母子能得平安，乃在府中守财。等太阳的好消息啦！多谢相公，你该体谅。相公，千古当初以拜我为师，弘毅神功下山之时，你行24步，回头一看，为师就再上老的交代，你才24岁之时，一天不可同了法术，千古要谨记才行嘛。你
尊严你，你变凶，司法强强也无用，进退两难不难通，哎呦受托之心永可望。勇士，你要时时小心，乃会等你回转呐。向仙姑太法慈悲，救救爷你吧！救救爷你吧！等待半夜生，一言之时，抢诸位百姓，采量谈讲，合量讲，讲遍披河祭坛，都是借来兼顾亲身求义呀。不顾一切杀什么？抛开伤心为什从？司机，你为何不走啊？现在不想求了陈金子，也是不想就会爱你最好的屌丝。屌丝，陈金姑，一向的慈悲心肠，百姓若皆是爱好，陈金姑的心里也是痛苦。自然佢就会中间，佢会付出给百姓出天，自然就会慢慢喊你，给你写下的天空。果然司机过明。司机，佢生下来，我用办做。我爱你，一道有福，然后离次，下班，妙仔呀！哈哈哈！吉普见是吉回门庭，娘亲，哎呦，金姑啊，你转来嘿？哟，金姑，啊你阿伯，有冇中意一三人转无？啊娘老公，啊了几年嘞哈？佢无人爱向下转了呀。哎呦，你呀就奇怪咯。给你两公婆两三人，平常时啊
绝尘不离土，土不离尘。这两拜真古，你1、3年转不卡。哦，阿妹弟嘞，今天你两公婆啊，独得到的希望啊。娘亲，佢对我同好，不过今晡日佢有要事在身，故所不偏，听我恐吓回来呀。哎呦，讲也有样哦。了解我嘅四郎，平常时对你啊，哎呦就安温柔，又有耐心嘛，哎，十分嘅体贴。天下间就难得寻到嘅老公，听我问你啊，也家样对你好也唔好啊？娘亲，婆婆待我半路亲生5年一半呐。像一家妹安样幸福，阿妹我就放心诶。哎哦，你看哪里呢？阿妹只顾着老你讲话，啥唔记得你态度龙旁，哎呦，安甜来，坐来，歇困下嘞，哎呦，坐来，等下嘞，阿妹甜茶帮你啉，哎呦，真古啊！俩下哦，你有神风诶，哎呦，好好啊，阳台下莫学白正。冇嘢呀，冇嘢呀，娘亲，哟冇嘢，我看你哦，对桃花入门了后，就昂神，面带笑容。哦，你有心思哦？母亲，我冇事情，只是好久不见到娘亲，今日一见，我是有喜有悲呀。用办讲係有喜有悲啊！用一捧的父母恩，父
来看你，到底讲嘅係乜嘅話咧？娘亲，我已說法按份上，有乜嘅事情，佢講出來就老阿妹來參詳啊！爹呀，母亲，今日我为多尊教宗，完全系有事爱以娘亲你商量。老阿妹商量，我意啊，你有法就快說啦！哎呀，母亲呐、母亲，父祖太汉，民不聊生，害以不愿向前所在。这是在半夜15，一言之事，电探求义呀！你講乜嘅呀？我要聽講哦，嘅福主現在十分嘅嚴重，伊呀，伊是莫唔記得，伊俩下態度浪旁，你要讓把伊